各位聽眾你好，歡迎收聽陽光大道。我哋呢個 podcast 係喺美洲時間逢星期一朝早推出。我哋嘅節目有3個環節，分別係健康生活、社會透視同空中花園。而家我哋有健康生活。各位聽眾早晨，歡迎我哋大家嚟收聽我哋呢個健康生活嘅環節。大家好，早晨。大家好，早晨，早晨。嗱，上一集咧，我哋咧就講到用啲咩油啦，但係我哋冇講佢嘅 benefit 喎，有咩好處喎？即係咁多種油，不如我哋今日再講解下，等啲聽眾更加明白。其實有啲人話食油冇益㗎喎，係嘛？用好少油，同埋咧隨便咩油都得啦，咁啊係咪？咁我哋今集講一講下，其實根本係一個健康嘅油對我哋身體有咩好處？咁你第一樣要睇睇醫生點睇嗰啲油啦。你個 HDL 同埋 LDL 嗰兩個分別係咪？HDL 對身體好啦。咩叫 HDL 同 LDL 咧？有好多聽眾或者唔明白。通常你去睇做體檢咧，醫生同你驗血咧 ，check 你嗰個膽固醇，即係 cholesterol level。膽固醇咧，佢哋會分出嚟咧，有叫 LDL， 即係壞嘅膽固醇；一個咧就叫做好嘅膽固醇，就叫做HDL，OK？呢個咧係可以幫助到你嘅心臟病同埋中風嘅危機可以減少嘅中風同埋呢個心臟病嘅，OK？因為佢哋 measure 咧就一個叫做 LDL HDL 嘅 ratio， 個 ratio 好緊要，即係你個 HDL 要3.5倍多嘅 LDL 先得，即係你個 HDL 要高，咁你個 LDL 低咧，嗰個 ratio 比較嚟講係3.5，最好就係個比例係啦，咁你就會好好多。所以呢個又係一個 benefit 啦，我哋要知道啦，係咪？係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可以預防，即係個油嘅 benefit 咧就係可以 reduce inflammation 啊。盧生啊，呢個可能對你都幾有幫助啊！我覺得你都好注重呢樣嘢喎，係咪？呢個係要講係你食好嘅油，同埋食啱份量嘅油。如果你係食多咗嘅，或者食錯咗嘅，反而係有反效果咯。因為好多時除咗一啲簡單，除咗係食用嘅油之外咧，大家咧好中意係食補充嘅藥丸啊。係啊。咁如果你又冇計到落去咧，可能會太多啊，或者太少啊。咁呢個大家都應該注意一下咯。其實我覺得嗰啲叫 supplement 咧，如果我哋喺即係正常食物裏邊可以攝取到係最好啊。如果你嗰啲 supplement 都，我覺得都係 process 過，即係提煉過出嚟咧，冇咁好。但係呢啲係個人見仁見智啦，有啲人就貪方便啦，有啲人或者真係，我食唔到咁多啊，咁啊又要靠呢個 supplement 去幫補咯，係咪？嗱，講開呢個 reduce 呢個 fat reduce inflammation 喺邊度可以攝取到咧？通常咧係 omega 3 fatty acid 係喺魚類嗰度攞到噶，好似譬如你食三文魚啊、mackerel 啊，或者食嗰啲seed 啊，即係好似 sunflower seed 啊，佢可以幫助到你呢個消炎嘅作用喎。avocado 都有。係啦，牛油果又有喎。係咯。咁除咗呢個，仲有啲咩 benefit 咧？血壓高啦，佢 control 你血壓同埋 control 你嗰啲血糖。係啦。亦都其實係年紀越大，有啲人咧有個錯覺話，我唔好食咁多油，唔好食咁多乜嘢。但係唔可以冇，因為咧對腦嘅運作咧，你係要需要係有健康嘅油分嘅幫助嘅。係啊，我都聽講啊，胡生啊，當你年紀大嘅時候咧，開始進入你嗰個年紀大嘅時候咧，就一定要食啲好啲嘅 fat，佢會幫助你 increase 呢個 memory，記憶力會好啲喎。例如食牛油果啦。仲有一樣嘢咧，好緊要咧，就因為脂肪喺嗰個細胞裏邊嗰個 cell wall 度嘅。如果你冇脂肪咧，咁你嗰個細胞嚟講咧，就唔可以吸收咗你好多維他命啊，譬如 A 啊、D 啊、E 啊、K 嗰扎嘢咧，吸收唔到，因為而家你冇脂肪就冇可能 transfer 到你啲出邊啲血入嚟嗰啲嘢入唔到個細胞裏邊，咁就冇咗營養啦。亦都如果冇油又做唔到個細胞嘅維修啦。係啊，所以呢個亦都係緊要嘅。係啊，仲有最後一樣咧，就係可以預防嗰啲血管裏邊藏住嗰啲積啊，嗰啲 plaque 咧 build up 喺個 blood vessel 喺個血管嗰度咧，就會導致呢個血壓高噶。所以一個好嘅油咧，好似頭先阿 Peter 講咧 ，HDL increase 咧，好嘅膽固醇咧就會預防呢個中風啊，同埋血壓呢個
個心臟病咯。所以呢個 ratio 再講個 ratio 咧，就係如果你 HDL 係60以上，LDL 係少過100嘅，咁呢個 ratio 就好啦。OK，即係話如果你個 ratio 越大咧，就係冇咁好噶。OK，healthy range。OK，所以嗰個即係 HDL 係一定會少過你 LDL，不過你 HDL 要高啲咧，咁你 ratio almost 會 even out 咯。但係呢啲咧指標咧都係要根據翻你家庭醫生啦。如果你唔明白咧，就最好問一問你家庭醫生，咁佢咧就可以幫助到你啦。OK， 今日時間差唔多夠啦，我哋留翻下一節再繼續講。OK，拜拜，拜拜。嚟到社會透視嘅時間，我係思熟。咁美國都係以私家車為主要交通工具嘅社會啦，好多人長途旅行都係自己揸自己車，去到目的地都仲有架自己車出入啊嘛。咁但係好多冇車嘅人，包括基層啦，嗰啲住喺搭車出入為主城市嘅人啦，或者兩邊都有車而唔想嘥精神揸車嘅人啦，佢哋搭長途巴士呢，就係唯一或者最佳嘅選擇啦。嗱，火車呢，美國呢就好有限嘅，得好少路線同好少班次，相反咧，跨州公路咁發達，巴士就方便得多啦。美國係有好多鐵路公司嘅，但係如果講提供客運服務嘅話，基本上都得翻一間，就係聯邦政府同私營鐵路公司買個過路權嚟經營嘅 Amtrak 咯。咁但係私營巴士公司咧，美國就好多啦。某啲特別多人來往嘅區域，例如話東北部啦、加州啦、德州啦、Florida 或者西北部咧，幾間大巴士公司都有競爭。咁但係如果講到全美國路線網絡覆蓋最多嘅話咧，就一定係得 Greyhound 啦。真係好多美國小鎮咧，唯一對外嘅公共交通就係呢個灰狗巴士。以前美國啲大城市都有個 Greyhound Depot， 或者咧細啲嘅城市有個 Greyhound Station。咁小鎮咧就可能得一個停車地點標誌咁啦。咁但係近年咧廉價航空興起，尤其係 Covid 之後啊， Greyhound 就真係持續萎縮啦。小鎮嘅長途巴士服務越嚟越少，咁 Greyhound 咧甚至係比規模仲細過佢嘅對手啊，即係嗰間青綠色嘅 FlixBus 去收購咗啦。咁 FlixBus 咧就來自歐洲嘅，嚟到美國咧只係做某幾個有客量嘅市場，佢哋冇車站，要喺街邊等車，而且咧佢哋嘅巴士同司機咧都係俾外判公司做嘅。咁 FlixBus 而家收購咗 Greyhound 之後咧，都仲係維持住兩個品牌服務，但係訂票系統咧就開始融合緊啦。咁除咗 FlixBus 之外，近年又有 Megabus 嚟到美國加入競爭啦。但係呢兩間細啲嘅公司咧，都係不斷調整路線，可能做幾個月做唔到咁啊，取消呢邊又然之後新開嗰邊試下咁樣。咁其實美國除咗呢幾間長途巴士公司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嗰啲族裔長途巴士公司啊，例如華人巴士啦、越南人巴士啦、猶太人巴士啦、墨西哥人巴士啦，各自都會專精去做來往佢哋族裔居住嘅社區。其中近年嚟最出名嘅就係美國東北部嘅華人巴士公司啦。咁華人巴士咧喺東邊路線就好多，又因為好多華埠就鄰近 downtown 啦，咁又競爭激烈，票價降到好低啦，咁亦都吸引到好多主流嘅人咧嚟搭呢啲巴士。不過咧就因為安全標準問題咧，都出過幾次意外嘅，咁就受到啲新聞界同政府監管機構嘅關注啦。各位聽眾早晨 ，Megan 牧師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T.M. Jeff 牧師早晨，各位聽眾你哋好 ，T. Megan 你哋好。掃羅咧喺吉甲嘅艱難處境當中咧，未能夠經得起考驗，卻咧使到上帝嘅禮節咧得到羞辱。但係咧佢嘅錯誤仲未去到一啲不可挽回嘅地步，上帝咧仲俾佢機會，使佢學習無條件咁樣相信佢嘅言語，順從咧上帝嘅命令。當掃羅喺吉甲被先知撒母耳責備嘅時候，佢仲冇睇出自己嘅行為有咩大罪，佢反而覺得
自己係受咗冤枉，所以企圖為自己嘅行動辯護，為自己嘅錯誤提出種種嘅藉口。從嗰時之後呢，掃羅王好少同先知來往。其實撒母耳先知係好愛掃羅，好似自己嘅仔一樣。而掃羅嘅性格呢係豪放激昂，佢本來呢亦都係十分尊重先知嘅，但係因為撒母耳先知責備過佢，佢心中呢就喺度憤恨啦，所以盡量嘅躲避咗撒母耳。係啊，如今呢，上帝差遣佢嘅僕人再去傳一個信息呢，就俾掃羅，使佢呢可以呢借住順從證明自己嘅效忠，並且呢配得作為以色列嘅領袖。於是呢，撒母耳嚟到掃羅面前，將上帝嘅話傳俾佢。為咗使掃羅呢體會到遵從命令嘅重要起見呢，撒母耳確切咁樣說明自己所講嘅話係出於上帝嘅指示，係出於呢嗰位召掃羅為王嘅同一個權威嘅上帝嘅指示。先知撒母耳對佢咁講，萬軍嘅耶和華係咁講，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時候，喺路上亞瑪力人點樣對待佢哋，點樣抵擋佢哋，我都冇忘記。而家你要去擊打亞瑪力人，滅盡佢哋所有嘅，唔可以憐惜佢哋，將男女孩童食奶嘅，並且牛羊駱駝同埋驢都要進行殺死。亞瑪力人喺過去係首先喺曠野嗰度攻擊以色列人，因為呢個罪以及佢哋公然係反抗上帝，同埋佢哋腐敗嘅拜偶像嘅罪，耶和華曾經借摩西宣布對佢哋嘅處分。上帝咧曾經指示摩西將亞瑪力人對待以色列人嘅殘忍記載落嚟，並且吩咐摩西，你要將亞瑪力嘅名號從天下裏邊塗抹，而且咧唔可以忘記。而呢個判決嘅執行咧已經延遲咗400年啦。亞瑪力人咧冇離開過佢哋嘅罪惡。耶和華知道，如果呢一啲邪惡嘅民族有可能嘅話，佢哋咧要從地上面咧消滅上帝嘅子民同埋上帝嘅宗教。而家到咗時候啦，呢個遲延咁長久嘅判決必須付諸執行啦。上帝向惡人所施嘅容忍，常使到世人喺罪入邊更加膽大妄為。但係惡人所應受嘅刑罰，並唔因長久嘅耽延而影響佢嘅威力同埋佢嘅必然性。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嘅上帝，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嘅慈愛和誠實。雖然耶和華不以報應為樂，但佢必定在違反他律法的人身上面執行審判。耶和華不得不如此做，因為要保存地上居民免致全然墮落同埋敗亡。係啊，上帝要維護上帝律法嘅權威，即使呢啲律法咧已經被人踐踏，而上帝咧遲遲唔願意執行佢嘅審判，因為佢知道佢嘅審判嘅刑罰係好重嘅，足以說明咧招致上帝刑罰嘅罪係何等嘅嚴重，又說明咧嗰啲等待住違反律法之人嘅報應係何等嘅可怕。今日時間到啦，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啦，再見。陽光大道嘅 podcast 係由美國加州 Temple City 嘅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羅省粵語教會製作，可以分別喺 AWR 嘅各個管道收聽同 subscribe 訂閱，包括蘋果機嘅 podcast app、iTunes， 仲有 Google、Spotify、Amazon 等等。我哋仲會將節目上載到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Sunshine Boulevard 陽光大道粵語 podcast， 大家可以撳 subscribe 訂閱。我哋仲設有 Facebook 專頁，你撳咗 like 即係讚，就可以每個禮拜睇到我哋最新一集節目嘅消息。呢個專頁嘅網址係 facebook.com/Sunshine Cantonese。好，我哋下次再見。